Hello， 大家好，我係 Man 啊。雖然黎智英喺幾日前呢已經被法庭裁定罪成噶啦，但係西方對香港嘅司法制度呢就群起攻擊冇停過。今次呢就輪到呢個 G7， 即係7個集團啦，同埋呢個歐盟代表，佢哋就出咗份聯合聲明啦，話咩嘢譴責香港嘅高等法院呢判咗壹傳媒集團黎智英嘅勾結外國勢力罪成啊，仲要話立即釋放佢咁話。咁大家睇下呢班反華組織啦，仲有啲西方政客喺佢哋嘅社交媒體上面呢，日日喺度嘈喧巴閉，一係呢就將個罪犯捧到天上有地下無咁，話佢係英雄；一係呢話要制裁香港嘅司法人員。佢哋咁樣講嘢呢，根本就係唔理事實，黑白顛倒啊！仲要公然踐踏法治精神啊！香港特區政府呢，梗係要強烈反對啦。我哋呢要嚴厲譴責呢啲呢干預中國內政嘅霸凌行為啦，仲要向全世界揭露西方反華勢力嘅虛偽面目啊！睇翻G7上聲明啦，話關注香港權利同埋自由惡化，但係佢哋對黎智英單案件長達55頁嘅判決書呢，完全當睇唔到啊！香港法院嘅判決裏邊呢，完全基於公開審訊入邊嘅證據啦，詳細分析咗黎智英點樣利用蘋果日報作為呢個政治平台，長期勾結外國勢力啊，求外國制裁中央啦，同埋特區政府，絕對係證據確鑿嘅。而家西方國家呢對呢單嘢嘅反應呢，正正係什麼叫做雙重標準。好似特區政府聲明咁講啦，英國、美國、加拿大呢啲國家呢，自己都有好嚴厲嘅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嘅。好似英國喺2023年嘅國家安全法啦，美國嘅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咁，佢哋對自己嘅國家安全嘅威脅呢就零容忍，嚴厲打擊。但係對香港特區政府呢，依法懲治危害國家安全嘅人呢，就指指點點，仲話要釋放已定罪嘅罪犯添。咁樣搞法即係話啦，自己做就得，人哋做就唔得。咁樣嘅邏輯呢，根本就唔當國際法啦，同埋國際關係嘅基本準則係一回事啊！想利用政治壓力凌駕於香港嘅司法獨立之上啊！法庭嘅證據已經清楚咁顯示啦，黎智英係唔係單純嘅傳媒老闆，而係蘋果日報編採方向嘅實際操控者啊！份報紙嘅高層喺庭上面呢講出咩鳥籠嘅自主，就證明咗黎智英係媒體當私人嘅政治工具，用嚟反中亂港勾結外力嘅，冇人可以走得出黎智英定嘅編採框架。新聞從業員呢有責任遵守法律嘅，任何身份都逃唔過法律嘅制裁，唔係免死金牌嚟嘅。將依法呢打擊勾結外國勢力嘅行為扭曲成為打壓新聞自由，絕對對真正專業嘅新聞從業者嚟講呢係侮辱啊！再講下其他反華組織嘅謬論俾大家聽下啦。首先就係呢個三藩市天主教總主教郭德倫呢，就將黎智英美化成為英雄。一個出賣自己國家利益啦，乞求國際呢制裁自己家園嘅人，對任何國家嚟講都係俾人當叛徒嘅，而唔係英雄咯。呢個顛倒黑白嘅造神運動，根本呢就想掩蓋黎智英違法嘅事實行為咯。跟住啦，香港監察同埋呢個香港自由委員會呢啲組織呢，就呼籲英國首相同埋美國總統啦，將釋放黎智英當做呢個外交訪談嘅籌碼啊！又話要制裁香港嘅司法人員。咁樣同政治勒索有咩分別呢？香港係法治嘅社會啦，呢啲組織呢要求行政當局干預司法嘅判決，仲要當呢啲嘢呢做外交條件，咪真係想證明呢佢哋根本就唔尊重法治，即係想通過政治而達到目的咯。仲有所謂嘅香港議會嘅當選人方立賢啊，就向美國呢啲政客乞求援助啦。咁樣嘅行為本身就係黎智英單案入邊呢勾結外國勢力嘅延續同埋翻版啊！佢哋而家呢仲妄想呢通過外部勢力呢而左右香港嘅局勢咯。黎智英單案件嘅判決呢係彰顯咗香港有法必依啦，違法必治嘅法治精神啊！無論呢個G7發佈咗多少個聲明啊，無論反華組織點樣去叫囂呢，都改變唔到黎智英危害國家嘅安全嘅事實，都動搖唔到特區政府同埋司法機關呢維護國家安全嘅決心。任何人企圖呢破壞香港嘅法治呢，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嘅圖謀，最終都一定會失敗收場嘅。好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